早晨，早晨！香港電台第5台同埋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有鄧添樂，有軟肉。今日咧，我哋有埋嚟介紹翻埋嚟睇、埋嚟揀啊嚇！咁多位老友記，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環節啦，同你推廣多啲咧社會各界不同嘅資訊，等我哋可以緊貼社會啊！咁今日講到嘅呢個話題咧，其實我可以話係伴隨住我哋嘅老友記成長添嘅。冇錯，佢關乎我哋一隻字，嗰隻字就係水，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大家咧即係日日都要用到水嘅，我哋要飲水啦，沖涼要用到水啦。咁啊，甚至乎各行各業，其實我哋都需要到非常之珍貴嘅水資源㗎。咁點解話係伴隨住我哋嘅老友記成長咧？數數手指先啊，其實屈指一算，東江水供港已經有60年啦，有60年嘅時間啦嚇，絕對係，甚至乎係，如果我哋有啲老友記咧，50零歲、60歲嘅話咧，係一齊成長添嘅。咁啊，正值咧今年係東江水60週年啦，供港，咁所以咧水務署有一系列嘅活動啦，好希望可以推廣俾我哋嘅市民大眾嘅。即刻進入埋嚟介紹翻啦。埋嚟介紹翻。開始我哋嘅埋嚟介紹翻，喺樂仔同埋小玉旁邊咧，就有一位重量級嘉賓嚟到啦，就係水務署助理署長發展葉家俊先生 Gary 你好。歡迎 Gary。你好，好開心啊，可以同 Gary 一齊去到傾下關於東江水60週年嘅事宜啦。咁啊，講到東江水啦。過去60年啦，咁啊東江供水系統嘅發展啦，我相信咧，即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㗎。咁啊，其實對於我哋嘅社會同埋經濟當中咧，係有啲咩嘅影響力嘅咧？好啊，咁現時咧每年供港嘅東江水咧係佔香港總淡水用量咧係7至8成咁多嘅，咁其餘2-3成咧就係嚟自本地嘅雨水嘅。咁東江水咧就係整個供水網絡嘅命脈嚟嘅，係支持住香港嘅社會咧同埋經濟發展。咁如果冇咗呢啲東江水咧，其實香港咧就冇辦法讓700萬嘅市民喺呢度一齊生活嘅。咁各行各業咧亦都唔能夠咧係發展起嚟嘅。咁所以咧東江水過去嗰60年至今咧，其實從未間斷咁供應香港咧，其實就係正就係成就咗香港今日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啦，亦都體會到咧國家對香港嘅長期嘅支持同埋關顧嘅。係啊，因為咧其實除咗香港人好拼搏啦，即係當年經濟起飛嘅時候，大家為我哋嘅社會、為我哋嘅經濟貢獻之外咧，我哋都不能夠忘記，其實水資源咧喺當中咧真係承載住我哋咧一齊去到做一個發展嘅。係啊，咁我哋又講翻少少歷史啦，講翻1963年咧，當時係發生咗個水荒啦。咁對於香港社會咧，其實帶嚟咗啲咩影響啊？咁香港喺1963年咧出現咗一個好大嘅旱情嘅。咁其實過往咧香港平均每年嘅降雨量咧有2400毫米咁多嘅，咁但係當年咧就只有900毫米咁多，咁所以咧就當時嗰個缺水情況係非常嚴重啦。咁政府咧就喺嗰陣時咧實施咗超過1年嘅制水措施嘅。咁最嚴重嗰陣時咧係需要咧係每4日供水一次，每次供水只有4個鐘頭嘅啫。咁啊嚴重打擊咗一個民生同埋經濟嘅。咁亦都影響咗一啲衞生嘅情況啦，例如即係當年都比較熱啦，而有個缺水啦，咁所以咧導致一啲疾病啲蔓延嘅。咁當年嗰個譬如霍亂嘅個案咧，都有115宗咁多嘅。咁啊喺制水期間咧，即係香港嘅市民咧，即係都用盡唔同方法去慳水嘅，可謂層出不窮啦。譬如話學校咧就會取消咗一啲體育嘅課堂，等大家即係可以洗少啲體育衫啦，即係減少出汗啦。冇錯啦。咁另外咧，亦都市民咧亦都用食蘋果去代替刷牙，或者去酒樓飲茶咧，每位茶客咧只可以攞個籌咧，就只可以斟水3次嘅啫。哦，真係唔可以任斟係咁加水啊！唔該唔俾嘅。係啦，咁另外咧，甚至乎有醫院咧，可能需要暫緩一啲慢性非緊急嘅一啲手術嚇，從而可以慳到一啲水嘅。咁呢啲情況咧，而家睇起嚟咧就好似難以想像。咁但係當年60年前真係發生過嘅。咁所以喺香港政府係同當年咧廣東政府咧，亦都係多番磋商之後咧，終於喺1963年咧達成一個共識，就係一齊去興建呢個東深供水系統。咁亦都喺年底嘅時候咧，得到國家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啦，由中央政府撥款咧去興建呢個東深供水系統嘅。
咁香港嗰方面咧，亦需要興建啲大型抽水站啊、水管啊、隧道，將呢啲東江水咧分派到香港唔同嘅地區嘅。咁啊個成個系統就喺1964年咧2月就動工嘅。咁喺粵方日以繼夜嘅努力之下咧，大約用咗1年時間就完成咗呢83公里嘅供水工程。咁喺1965年嘅3月咧1號咧就正式通水嚟到香港啦，為香港正式即係輸入東江水啦。係我諗咧，即係當時一定係個大喜訊啊！因為你諗下，我唔能夠想像飲茶冇得加水，冇得刷牙，淨係可以食蘋果小鬱，你覺得你得唔得咧？如果面對住呢個情況，哇！聽落咧，當時整個社會無所不用其極咧，一齊去慳水喎。不過都想問下 Gary 咧，你啱啱講到個供水系統咧，用咗短可能1年幾就起好啦。其實當中係咪面對好多困難同挑戰嘅咧？咁當然啦，因為當時嗰個東深供水工程咧，係需要將一條東江嘅支流叫做石馬河，佢本來咧就由南向北流入東江嘅。咁但係為咗要興建呢個輸水工程咧，要將佢逆水而行，將佢嘅改由北向南，將東江水南下去香港嘅。咁喺除咗要逆流而下之外咧，亦都要因為經過6座嘅高山啊，咁所以咧興建好多嘅泵站咧，將啲水咧係將個水位提升嘅，由海拔2米咧要提升到去46米咁高，而佢可以令到佢可以南下嚟到香港嘅。哇！2米同46米好多喎，嗰個山。係啦，冇錯，同埋咧係80幾公里咁長。咁仲有咧就係你大家要想像一下，以當年嘅建造技術嚟講咧，冇一啲大型或者先進機器嘅幫助，喺咁緊迫嘅情況之下做一個咁龐大嘅工程係非常之困難。咁廣東省政府投入咗大量嘅人力物力咧，日以繼夜咁去工作，期間仲要經過5次颱風嘅吹襲，可謂困難重重。咁最後咧，全憑國家嘅一個好強大嘅支持，同埋咧內地同胞咧好眾志成城咁，希望幫香港解困嘅熱誠咧，終於亦都可以完成呢個壯舉，喺1年之內完成呢個工程。聽完 Gary 嘅分享之後咧，就知道哇，當年真係眾志成城。一滴水係得來不易嘅，我諗咧對於當時嘅民眾嚟講，絕對係一個喜訊啊嚇！但係時至今日咧，樂仔有時會聽到一啲嘅聲音嘅，佢就話東江水供港咗60週年啦，但係近年咧又聽到啦話，我哋可以有一啲嘅海水化淡技術啊等等，咁係咪即係其實咧我哋唔再需要東江水咧？咁啊 Gary，你聽到呢一啲嘅言論嘅時候，你自己個內心係點睇嘅咧？其實咧呢啲都係一啲誤解嚟嘅，因為大家知道啦，我哋將軍澳個海水化淡廠咧喺2023年底咧正式啟用嘅，咁但係佢嗰個最高嘅產量咧，亦都只係可以足夠令到我哋有5% 嘅食水去使用嘅啫，咁所以咧遠遠不及咧東江水嗰7至8成咁多嘅容量嘅，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本身興建或者運作呢個海水化淡咧，本身要一個成本投入啦。另外佢亦都係一啲會消耗一啲能源嘅。咁所以咧，海水化淡廠基本上我哋嗰個興建嘅目的咧，係希望我哋喺一啲旱災或者旱情嘅情況之下咧，去提供一啲後備嘅水源俾我哋使用，而並不是咧係可以代替一個東江水嘅供應嘅。但係又有一個問題啦，咁有人就話咯喎，個東江水咁供應咁充足啦，咁重要啦，但係會唔會有多嘅情況嘅咧？多咗嗰啲會唔會就直接話倒落去大海嗰度，會唔會又有個咁樣嘅情況發生咧？咁呢啲咧亦都係啲誤解嚟嘅，因為咧我哋咧同水務署咧同廣東省政府咧，其實都係不嬲都保持一個緊密嘅聯繫嘅。我哋亦都有一個好完善嘅機制。我哋每一個月咧要輸入幾多東江水咧，係有同廣東省政府做一個溝通嘅。咁所以咧，我哋每個月會按我哋需要咧去輸入東江水嘅數量。咁而且咧個機制之下咧，我哋如果喺天氣嗰方面預測到會有啲大雨嘅情況，譬如話颱風啊呢啲咧，我哋咧可以喺好短時間1-2日之內咧可以通報到廣東省政府，喺嗰段時間我哋可以停止輸入東江水。咁令到咧我哋唔會因為咧嗰個輸入東江水咧而會令到水塘滿瀉啦，而將啲東江水浪費咗嘅。咁大家喺一啲媒體上見到點解水塘會有啲滿瀉嘅情況咧？嗰啲係因為以往啲水塘好多年前已經起落㗎啦，因為嗰陣時咧啲水塘嘅容量好細嘅。咁大家如果有行山都知道啦，譬如話大潭水塘嗰個容量係非常之細嘅，咁所以咧
基本上一落雨嘅時候，一落啲大雨嘅時候咧，其實咧個水塘咧係會滿瀉會將呢啲多餘嘅雨水排走，係保障嘅水塘嘅安全嘅。咁所以咧呢啲同有剩餘東江水而排出大海，絕對係唔係呢個情況，係絕對係兩回事嚟嘅。哇！喺完全拆解晒兩個謬誤啦，所以咧冇浪費到嘅。除此之外咧，亦都印證咗咧東江水嘅價值咧，其實依然係相當重要啊！咁啊，東江水供港60週年啦，我知道有一啲嘅慶祝活動嘅，一陣翻到嚟我哋又認識下。埋嚟介紹返，繼續我哋嘅埋嚟介紹返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特別講到東江水供港60週年嘅。咁我哋頭先咧好快速咁去到認識到啦，點解我哋能夠可以享受到有東江水為我哋帶嚟嘅水資源咧？原來當初花咗好多嘅努力啊！咁甚至乎一班嘅香港市民啦，當年咧為咗慳水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咁啊頭先話啦，有好多嘅慶祝活動。小玉，咁我知道咧，當中係有一個主題嘅。冇錯啊！今年咧東江水供港60週年咧，我知道水務署咧有個一系列嘅慶祝活動啦。今年嘅主題係一脈相連，飲水思源喎。不如我哋有邀請咧阿 Gary 同我哋解釋一下。好啊，咁一脈相連咧意思就係因為東江水咧係從廣東省流入香港嘅，連繫兩地啦，滿足咗香港民生嘅所要需要嘅，係香港供水嘅命脈，亦都係香港繁榮嘅基石。咁以一脈相連咧為題咧，可以凸顯到祖國同香港一個血脈相連嘅關係嘅。咁另外咧，飲水思源咧，大家都知道係中國人嘅傳統美德嚟嘅。咁我希望咧，趁住藉住呢個信息呢個聖活呢件事啦，呢個活動啦，係啦，就等香港市民咧能夠體會到咧國家對香港嘅關懷啦，同埋支持，並表達咧香港對國家嘅感謝嘅。同埋一脈相連呢個字用得好好啊，因為咧喺地理環境咁樣去到睇咧，真係一條線咁樣咧，然後將東江水咧引流到嚟香港嘅。咁啊，水務署咧有一啲嘅教育活動啦，咁啊好希望咧等年輕人可以了解到東江水嘅供港歷史啊，同埋嗰個重要性嘅。咁啊，但係咧我知道要同一班年青人講歷史、講故事就唔容易嘅。咁水務署有啲咩嘅活動係推廣俾年青人嘅咧？係。咁今年咧就係東江水供港60週年啦。咁為咗紀念同慶祝呢個咁重要嘅里程碑咧，水務署就用一脈相連、飲水思源為題，自去年開始就陸續咧推出一系列嘅宣傳活動嘅，務求咧用一個多元化活動咧，加深社會各階層市民咧，特別係年輕一代去認識東江水供港嘅歷史同埋現況，因為咧佢哋未曾經歷過當年制水嘅情況嘅。係咁，所以咧希望透過一啲教育嘅宣傳活動啦，令佢哋明白到咧國家咧係做咗一個咁龐大嘅供水工程俾我哋咧，係持續咧對香港提供一個好強大嘅支持同埋關愛嘅。咁而針對呢啲年輕一代嘅教育宣傳咧，我哋包括咧喺舊年9月同埋10月咧，就以呢個一脈相連飲水思源為題啦，喺全港嘅幼稚園同小學舉辦填色比賽同埋繪畫比賽，加深同學咧對東江水供港嘅認識同埋了解國家俾我哋嘅支持同埋關顧嘅。咁呢啲活動咧獲得學界咧熱烈嘅支持。咁兩項比賽咧共收到18000份嘅作品咁多。咁而得獎嘅作品咧，除咗表現到學生咧好有創意之外咧，亦都表達到香港同國家一脈相連嘅情懷嘅。令我哋非常之感到鼓舞嘅。係咁我哋亦都正在安排咧喺唔同嘅社區、唔同嘅地方咧，去展示呢啲得獎嘅作品，去鼓勵翻一啲同學啦嘅出色表現啦。亦都咧係希望向社區咧傳遞一啲呢方面嘅相關嘅信息深化呢個教育。咁呢啲地方包括會喺港鐵嘅社區藝術畫廊啊，或者係水務署嗰個天水圍嘅教育中心啊，同埋我哋入境大樓啊，呢啲地方咧去展示俾公眾去睇嘅。好想去睇下，因為咧我本身住沙田啦，咁我知道沙田政府合署又會可以欣賞到啦。咁各位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翻上述所提到嘅地方去到欣賞下。係啦，
咁另外咧，就我哋都走入去小學裏邊咧，做一啲東江水專題嘅講座。咁啊，希望讓學生咧可以了解東江水對香港嘅重要性，同埋咧過去呢段嘅歷史啦。咁啊，希望培養佢哋珍惜水資源，同埋咧培養佢哋愛國嘅情懷。咁我哋預計咧，今個學年咧將會有超過100間學校咧會聽過我哋呢個講座嘅。哇！咁啊，成績非常之理想喎。係啦。除咗講座之外咧，會唔會俾佢哋多啲親身嘅感受咧？跟住小朋友感受再強啲。咁當然有啦，我哋咧發展局、教育局同埋水務署合辦咗一個叫東江水公港探索之旅嘅中學生內地考察團。我都想去啊！可惜我唔係中學生係。咁我哋喺剛剛嘅20號同21號咧做咗第一次嘅首發團。咁嗰度大約有90名來自7間中學嘅學生同埋老師咧參與咗嘅。佢哋親身咧去到廣東省咧去參觀東深供水工程嘅相關設施，亦都有機會咧去親身去近距離咧去觀察下東江嘅水質，明白到咧國家其實咧要保障東江水嘅水量同水質咧，其實需要付出好大嘅努力。今後咧希望佢哋咧能夠更加珍惜我哋嘅水資源啦。咁啊，另外我哋都籌備咧喺今年暑假咧就會舉辦為期6日，以呢個惜水思源為題嘅國家水利建設暨文化科技參訪團。咁參訪團主要咧就係以香港中學生為主啦，亦都會聯同咧專業界別啊、年青嘅工程師啊、大學生啊，超過100幾個團員咧組成嘅。咁佢哋咧就會去到內地咧去考察一啲國家重點嘅水利建設，包括南水北調嘅中線工程啦，同埋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即係我哋所講嘅西水東調。咁亦都會參觀完善嘅一啲歷史文化同埋科技項目。咁佢哋年青一代咧，同埋有啲工程嘅界別嘅人士咧，能夠親身體會咧國家水利建設嘅偉大成就啦，同埋咧國家深厚嘅歷史文化同埋現代化發展進程，更加令到佢哋咧去了解咧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一啲戰略部署嘅。同埋我覺得咧好有意思嘅一點係咧，以往讀書讀地理科咧，要寫好多例子啊等等啦，咁都不及於即係佢哋能夠親身去到現場，去到睇完之後嗰個了解同埋嗰個認識啊。問多一條問題啦，呢一條問題咧就係同其中一個導賞有關嘅。我知道咧有個導賞之旅咧叫做東江水探索之旅嘅，咁喺當中咧係啦睇咗好多地方嘅，點樣去到幫助學生更加了解水資源呢？頭先都有提過呢個探索之旅啦。咁呢啲小學生中學生咧就會去到東江嘅一啲設施嗰度啦，去親身去睇一睇東江嘅水質啦，同埋咧一啲保障東江水質嘅一啲大型基建建設嘅。咁佢哋亦都會去到一啲東深供水紀念園去參觀佢嗰個嘅展覽館啦，去了解個工程歷史同埋咧東江水對香港嘅重要性。咁亦都會參與一啲專題嘅講座，互相去分享啊，仲會咧親手咧去做一啲水質嘅測試，了解起東江水嘅水質，同埋咧國家背後做咗好大嘅功夫去提升呢啲水質嘅。咁啊，我哋都聽到啲學生嘅分享咧，佢哋覺得今次嘅旅程咧係可以明白到，即係國家為我哋提供嘅咁優質嘅食水供應啦，係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咁今後咧，佢會更加會珍惜呢啲水資源同埋咧會實踐飲水思源嘅。咁而隨團嘅老師咧，亦都覺得今次嘅行程咧好有意義啊！咁啊，亦可以令到啲學生咧更加深切體會到咧日常咧佢哋嘅食水咧一點一滴咧都唔係容易得到嘅。咁希望佢哋咧都可以即係學習珍惜啲水資源，同埋咧培養佢哋嘅愛國情懷嘅。